80、90年代係即係成長個階段啦，最開心啊，最冇顧慮啊，冇憂慮嘅時候啦。踩緊單車或者你自己揸車嘅時候，你係做咗個主導，你自己即係中意去邊去邊，或者中意做咩做咩，令到你暫時放開咗一啲煩惱啦。有時你唔需要話太刻意去諗啊，去想去邊或者乜嘢，你可以坐上去，佢會話俾你知你想去邊嘅，好得意嘅呢樣嘢係好神奇嘅。80、90年代嘅車啦，嗰個科技嘅發展啊，各樣嘢係啱啱好嘅。對我自己講，喺一啲舊嘅車裏邊啦，你會揾到好多好舊式嘅嘢。而家啲車係淘汰晒嘅，例如舊式嘅標板啦、手較槍啦、嗰啲冷氣嘅掣啊，有好多都係冇風油軚啦。冇風油軚平時揸呢，你對路面嘅感覺呢係好直接嘅。你會真係碌一粒石仔，你都會感覺到咯。而家現代嘅車，覺得同舊嘅車比呢，就缺乏一啲人性化嘅感覺咯。即係所有嘢都係電腦啊、電子嘢啊咁樣。相對地，我覺得係減少咗你對車嘅認識同埋一啲樂趣咯。以前嘅車序感覺上呢，啲人都係出嚟飛車嘅。而家嘅車序呢，係可能真係交流啊！而家資訊發達啦，即係可能大家上下網啊，用下 Facebook，你就會識到好多玩揸同款車嘅人啦。其實香港多咗好多好似外國類型嘅一啲車序啊、一啲 event 啊咁嘅嘢啦，但係自己覺得嗰啲 event 個感覺商業元素都偏重啊。變咗去到最後，你都寧願係同返幾個自己比較投契嘅朋友一齊出嚟聚咯。其實 A86喺我心目中個價值，對我嚟講係一件收藏品啦，越嚟越少嘅嘢。當佢劏一架嘅時候，呢個世界就會少一架咯。我自己都希望做到 keep 住呢一款車其中一份子咯。我係阿聰，我揸 A86。